后来到了这个半暝3点外，郭文铁互裁定无报请回，已经伫台北地检署的外口等真久的小草，一看到郭文铁现身，是大声来话休，话讲可批加油，话讲因相信郭文铁的清白，有人甚至是激动流目屎。同时嘛，伫咧现场的馆长陈志汉嘛，甲即几工的恶作做一届来偷掉，甲这名嘴来呛声。一看到郭文铁出现，继续顾伫北检外口的小草呢，话甲大细声，甚至有的激动甲流目屎。话讲法官总算恢复因最爱的阿伯一个清兵。郭文铁为搜索到旗仔店，经过69点钟免保请会转去。透早3点45分为北检来路卡，民众党立委黄国昌伫路卡伫等。有没有松了一口气？有没有什么话想说？媒体伫问拢无讲话，看起来真忝。郭文铁伫黄国昌甲真济法警的护送下，行出北检。是讲小草伤过热情，看到阿伯一出来，赶紧要冲进前，法警正紧张，赶紧将人撒开。媒体嘛小姐你翕，甲小草安尼前来客去，现场有够混乱。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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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让一条路，是不是就？黄国昌将郭文铁满条的保护郭文铁，馆长陈志汉嘛进去到郭文铁的边仔，用粗勇的手骨保护郭文铁离开。连过这小草一直喊郭文铁。欢呼声持续差不多有5分钟，馆长陪这小草一直到最后一刻，亲身开路护送郭文铁。送郭文铁上车了后，又搁滑头对着媒体镜头伫呛声。你这名嘴。好了，谢谢各位。因为真个名嘴估计郭文铁受害可能性真悬，即马大兵盘，互这个馆长挡袂牢，呛这个名嘴。这个画面嘛引起网友的讨论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